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為大家介紹一個高層內園景向東南嘅3房套連工人房單位，全新裝修。大家跟我欣賞下。睇完呢個單位有興趣可以聯絡我㗎。使用面積897尺，係一個高層向東南3房套連工人房單位。咁入嚟左手邊係個廚房啦，佢將廚房拉直咗。咁啊，入邊整咗一個工人房，跟住到個客廳都好寬敞㗎。呢個單位有個露台，第一間房可以望下園景嘅，有一個浴室，呢個全新嘅浴室係做咗個奇觀嘅設計。再落嚟第二間房都可以擺雙人床，再擺一大衣櫃。到主人套房，整咗好多收納櫃㗎，呢度有少少啦。跟住套廁都有個奇觀嘅設計。跟住主人房，左手邊都有個收納嘅衣櫃到頂，咁右手邊都整咗大排嘅衣櫃到頂。咁呢間房可以擺一個雙人床，3邊落床都得，仲整埋張梳妝台添。咁再望下景觀。